最近乌昂层大丰收，咱台湾乌昂层总配价是1965栋，即马已经掠9成。对6月14日饭店开始调配，但搁再掠。大港渔民是不满渔业署公告禁止掠时间才提早3天，嘛讲根本就袂负欢迎。村看开只大尾青个水，6月11日透早5点多，屏东东港的渔港无闲试试，因为配合咱国国际配价鱼仔量已经满。6月12日饭店过就袂当搁掠乌昂村，渔民是拢紧来拼好价。2礼拜前，乌昂村的价数要落到1公斤125块，即阵虽无有小可转来，毋过1公斤嘛才250。加上渔业署通知禁止掠的时间，临时临要才提早3天，互渔民期望诚歹。伊则做无好个啊，无这拢对渔民不利个啊，我即抓搁掠了无，啊，伊价搁安尼。端午连假吼，有诶是有转来啊，准备好补料啊，是伊诶补给拢充足，要搁处理诶吼。真煞雄雄，因为即个公告因无法度出海。渔民不满收到公文诶时间上慢，禁捕令落来进前，因已经准备搁要出海成本啊，包括船仔诶油，还佫有鱼字，拢已经落落去。即阵才宣布禁止来掠，对渔民来讲损失真大。过去增加的量差不多1-2%啦，那现在6月9号开始突然以后量是暴增到4到5%了。我们就是透过各种管道赶快通知渔民。东港区渔会表示，以乌昂村合约的状况来看，每年的收成时间可能会更较早达标，希望渔业署用赖群组更较及时来应用后续冷冻甲保证收购的机制，嘛拢爱规划好，才会当避免渔民的权益搁再受损害。记者阿敏珍、邱昭荣，屏东报道。